国内天狗日已经继续伫咧拖，特别是台南小连续2天，新增加100通的病例。根据着台南市卫生局的统计，到8月20日为止，确诊人数已经有2085人咯。加上这个后礼拜就特别开学啊，教育局也惊讲这天狗节会拖入去校园，特别定出这2天就爱甲这校园做大摒扫，老师学生大家分工，甲这校园的环境整理好势。手提桶啊、叶啊、沿路细校园的4颗位啊，因摒扫时，共款有真侪粪扫，甚至塑胶袋仔内有积水成型。老师甲学生彻底顺一解，突惊天狗咧拖入来校园内。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伫咧开学进前定校园防疫清洁日，大家分工合作，要甲校园环境摒扫清气。我在检查积水的容器有没有倒挂，然后用刷子刷洗手台，避免结局的卵附着在洗手台上。周边还有内部的部分清洁完毕，希望登革热可以不要进入校园。天狗日也咧拖，台南确诊病例累计已经破2000个，23迄天加100通个，是这10天来第2悬的。卫生局指出，今年流行第一型镜头无明显，佮加上最近天气无稳定，定落雨，所以地区确诊的速度有较紧。目前市府针对上严重的东区、永康甲安南区加强铺药啊，在地民众虽然无奈，不过嘛是爱配合。足无奈也无奈，我年岁大，像我家己比较大。我们礼拜5也会特别针对我们安南区比较多病例的16个里，来联合区块防治来画防火墙。环保局目前完成在一场大规模消毒。环保局表示，铺药也是上紧甲蠓仔扑死的方法。不过，无法度扑死水处，伊嘛呼吁里民一定要摒扫清气，千万莫有积水，才当有效对抗天狗节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